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6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气象局今日发低温甲大雨直报，预估到拜三才会较烧热，不过拜五连假头一天温度对搁随降落。今日加15000外的本土，比顶礼拜较少。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过年后可能会放零挂吹暗的限制，只有部分地点强制爱挂。自从客运今日宣布停驶云林嘉义往回北部的国道路线，这4条路线通联客运已经宣布接手。北部今日的天气规天拢是湿湿冷冷，气象局甚至阁有发低温甲大雨直报。这款天气预估到拜三才会较烧热。不过拜五新正连假头一天温度对搁随降落，而且宜兰甲花莲是会落大阵雨。提醒赛车经过苏花公路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落雨。冷气团落南，天气冷气机北台湾降温明显，再来规天湿冷。中央气象局早起要发布低温大雨甲陆上强风直报。气象局表示，有58冷气团减弱，北部回温，也毋过20，围路前一天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东北季风增强，阁会降温。小年夜那一天可以看到北方又有另外一波高压下来，所以我们台湾这个位置会受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温度会稍微的降低。在落雨方面，气象局特别提醒20北部、东北部的这方面落雨机会增加，尤其是宜兰甲花莲雨会较大。特别是在宜兰跟花莲地区，这个部分雨势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最近苏花公路也要通行的朋友，可能要注意这一段的雨势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随时注意交通的资讯。因为这摆春节连假有10天，气象局预计23正月初2，阁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来，气温会阁快速降，对于北部甲东北部影响大。气象专家也预告，台北可能降到7度，高雄也只有13度。那比较麻烦的是，可能是大年初2、初3的时候，另外一波冷空气就会再来，似乎有机会会到寒流等级的水准。也就是说，初2、初3可能相对的是偏冷的哈，它的时间都是属于偏东北季风的形态，就是有点凉，但是不大冷。气象专家表示，这波冷空气应该会到25正月初4才会减弱，气温阁会回温。因为透早到半暝啊，气温偏低，气象局特别呼吁民众注意爱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大清水崩坑放弃，将下晡5点路已经会通啊。不过因为山壁要继续补强，所以今日到拜三一天敢若开放3个时段会当过。是早起的5点到8点，中昼11点到下晡1点，佮有暗头的5点到7点。有袂少驾驶为着无爱驶路，透暝排队等袂过。有要赶伫早起5点放行的时间，天也袂光，苏花公路中这段路上就出现几公里远的车条，真侪驾驶拢是昨昏15暗就来等，因为总比西园路较好。也毋过对一天只放行3个时段不了有意见。为了安全起见，没有办法啦。你等多久？昨天晚上10点多等到现在。一天只放3个时段，这样够。你如果说夜间不放可以，可是你白天尽可能能放就放。时间一到，管制警环拍开门，予南北管制车辆放行，开始时速也会当维持40公里左右。也毋过进入金门崩坑了后，就出现塞车，因为崩坑内的大型车辆的挂度甲小闪车拢困难，经过灾害路段搁较紧张。大哥，你要一直看上面，对不对？要随时注意有没有落石，是不是？避免有落石吧。对。南澳干部团表示，大清水崩坑虽然伫15抢通，也毋过放弃山壁，也爱做防护工程，所以16到18逐工只放行3个时段，暗时7点以后就封起来，以离工程进行。那16号到18号啊，我们要继续做坡面的一个喷浆作业啊，所以说我们一天只开放3个时段。就是上午的5点到8点，那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傍晚的5点到7点，晚上7点以后啊，我们那个和仁到崇德路段还是进行封闭。公路总局强调，春节连续假期都要到啊，所以需要赶紧做好灾害路段的防护。19到31才会全线开放，这3天的管制，也爱请用路人多多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15000外的本土病例，比顶礼拜降8.8%。指挥官王必胜就认为讲，这第3波疫情上较严重的时期是已经过啊，而且确诊数已经开始减少，所以讲过年后是有机会当放零挂吹暗的限制，只有部分地点强制爱挂吹啊。
国内新冠疫情出现2个主流的病毒株。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确诊个案病毒基因的定数，结果发现本土个案为着 BA.5 的有31例 ，BA.2.75 的有28例。本土个案内底，其他病毒的基因定数嘛包括 BQ.1 有4例 ，BF.7 有3例 ，XBB 有2例 ，BA.2 嘛有验出1例。目前为着 BA.2.75 的个案，市强要超过 BA.5 的人数，恐惊会加做主流的病毒株。预期大概在春节连假的期间仍然是会有这样一个双主流病毒的一个状况。BQ.1大家可以看到说仍然是以这个美国这边来的比较多哈，不过亚洲这边也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国家有从我们境外物这边的来源国这边有检出。指挥中心表示，10日新增加本土确诊个案有15409例，比顶礼拜减8.8%。也若台北入境的是新增加223例，死亡个案增加40例。疫情应该是稳定落车当中。指挥官王必胜认为讲，第3波疫情看来高峰期已经过啊，而且确诊人数也有大头减少的趋势。新增了后，翠岩令有机会会做第2阶段的放令。就是说，我们从第5类改成第4类哈，那或者是说通报定义改变，在春节之后来做这个启动，或者是说一些更积极的这个行动，照的这个开放的措施，这一个部分倒是希望说能够在春节过后就开始实施。如果那时候的疫情是稳定的。1月1到14，中国入境的旅客采检的情形，22057个人内底，有3122个人是阳性。阳性率是14.1%。王必胜表示，中国疫情也真严重，不过出境的阳性率有大大降低。也若采检的政策月底会搁做讨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疫情，当然在现在从都市应该会逐渐蔓延到这个乡村去。那在中国的疫情，我们推测还是在这个严峻的这个状况。即马新增的假期就伫要到啊。为了确保确诊的民众伫连假的期间会当有好的医疗照护，嘛会当及时摕到口服抗病毒的药啊。指挥中心嘛成立春节防疫专区，互民众来查询。也若美国公布 BNT 次世代疫苗恐惊增加中风的几率，王必胜表示，早起已经伫专家会议讨论，嘛有收集真侪意见。目前指挥中心是无排除会采购，嘛进一步来做监测。记者综合报道。经营昆林嘉义的公路客运，佮往回台北国道路线的一通客运，今日是宣布讲，所有的4条国道路线全部停驶，资遣60个员工，敢若剩2条昆林的路线会继续营运。一通客运是表示，因为了钱只好放弃国道的客运，不过这4条国道的路线，通联客运拢已经宣布讲要接手。国道巴士准备出发，不过车顶的人无几个，也是爱开车。等车的所在也是空。登记经营分家地区的客运主力一通客运宣布要停驶目前的4条国道路线，未少人拢真唔甘。所以拢坐因的啦，吼，拢坐因的较多。是希望可以继续做啦，因为它比台铁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就是搭乘体验又比较好。一通宣布10日开始，民雄到台北路线停驶，所以1月7日为到达北港4号到台北路线也要停驶。了后只剩2条路线伫婚姻园内咧行。消息提出来，有司机讲过年之前才被通知，伫月底会互人试透露。所以我头咧问小姐讲会使登记咧这模式啊，伊讲有通知要使试透露。一通客运伫1996年成立，高铁开通进程就是婚林嘉义地区主要大众运输。不过高铁婚林站营运了后，客运大量流失，老大人阁有半价优惠，结果了阁较济，疫情阁互营运害了。2018年因为财务困难，将婚林到达总站大楼卖出去，虽然是无法度维持，只好宣布放弃各道路线。要说起来，我说也有很多痛苦，我不讲了。这既然就说了啊。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他经营的营收有锐减，无意愿再继续经营这个国道客运。业者讲，做这项决定实在真唔甘，目前已经资遣60人，答应会照顾好员工权益。公路总局表示，日通原本的4条国道路线会由通联接手，民众坐车权益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减轻派贷款的民众的压力，内政部是定出定价的补贴方案，下租家人唔免申请，就会直接拨入口租。
不过到底加号的年数就是爱偌济钱才会当摕到补助？内政部是强调讲，也搁在讨论，也未定案。有可能是1000万的厝贷，大个月会当领到3000至4000的补贴。房价加悬，加上银行连续4摆起利息，政府决定利用超顶税收中的2000亿，部分用来补贴民众房贷，以减轻负担。内政部进行拟定房贷定价补贴方案，补贴条件是房贷族限定只有1户自用，而且家户所得离家庭平均所得一定分配点之下排付，搁采取定价补贴，民众无需要自行申请。内政部会以金管会提供的名册，拨款到符合条件的房贷族的户头。也会考虑他目前的房贷的金额是在落在哪个额度，那也同时来考虑这个家户的所得比会落在哪一个位置。补贴的方法上，以直接可以服务所有的民众的方向来做规划。对房车符合补贴的家户，年所得分配点会为50%的分配点，提悬到60%至70%的分配点，而且房贷余额爱达到一定的金额以下，才会当得到补贴。房车房贷1000万，逐个月大约会当领到3至4千块。不过内政部强调，相关细节也在讨论，还未定案。确实是一个蛮新的措施，那也会有助于减低这些购物人的压力。但是一个程度上面来说的话，这一类的预算可能它相对而言会排挤到其他的社福预算。所以如果说未来降息之后，是不是要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来去做一个进一步评估。金额是有限啦，间也不可能长达20年，因为这是特别预算所出来的啦。为了贪这点小便宜而进去买房子，如果不考虑到因为平地交易修订的关系，造成房价可能下跌，赚了一点点补贴的钱，可能赔了房价，是可以考虑的啦。查者认为，若讲政府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鼓励民众买厝，煞可能因为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造成房价可能下降，真值得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伊1岁8个月时阵是得罕见的筋膜萎缩症。伫咧台湾治疗药剂一档都要230多万，只好走去中国治疗，药也会较少，一档只要15万。民间团体就表示，这款罕见的疾病伫咧台湾治疗费用一年都要700多万到1000多万，大多数的家庭是拢无法度负担。希望讲政府会当纳入健保给付。健保署是回应讲，会尽力甲厂商超价少。老底头毛11岁大的查某囡仔小琪，伫1岁8个月大的时阵，得到龙骨性肌肉萎缩症，四肢萎缩，行动受影响。每行一步对伊来讲，拢变做上遥远的路。去问一下时间上有没有缩短啊？就是你的走路行进时间啊。查某囡仔的母亲除了记录查某囝病情，也捌伫2021年写公开批，向总统蔡英文请病，因为伫台湾干那治疗新药一针都要230多万，要过伫中国治疗一针只要15万，加上最后选择到中国完成1年4针的治疗。根据了解，全台大约400多位朋友，贵松松的治疗费用加上健保只给付予部分族群，拢互朋友真补助。台湾健保其实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目前只有7岁以下。1岁以前发病的病友可以用药，那其实对于所有的不能用药的病人来讲，都是很大的煎熬。只要一个药对于生命的延长，对于生活品质的增进有好处的话，它就尽量应该纳入健保给付。呼吁纳入健保给付，是因为龙骨性肌肉萎缩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较会伫婴幼儿发作。症状是渐进性肌肉无力萎缩，连喘气、吞物件受影响，造成死亡。除了 Spinraza 以外，另外2个药物的话，那个在台湾呢，健保都还没有给付。那这个还需要大家的努力，会跟厂商进行协商，希望厂商也能够提供给台湾合理的一个价格，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有限的一个资源下，能够照顾最多的一个病人。健保署表示，除了甲厂商议价，也会开专家会议，检讨课程健保给付范围的可能性，无要互罕病朋友伫等待中失去救命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这老大人拢会去公园的运动器材训练筋肉。不过，彰新北的永和却是有一个66岁负心人，伫咧仁爱公园运动的时阵，规组运动器材生身后去转转去，还伊的骹嘛转去。永和区公所是答应讲会赔偿，嘛会赶紧检查其他器材敢有问题。接到救护案件，赶紧出动，有一位训练人倒伫咧涂骹，看起表情是真疼。
这位训练人的翁婿徛在边仔正着急，救护人员到现场了，随该送病院。家人这边的伤势他还好吗？还好了，还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手术室。代志发生的现场伫咧新北市永和的仁爱公园，有一位66岁训练人，15日到2点外，用公共器材伫咧运动时阵，这个设施突然间断气，去撞到伊的头，也个造成伊正脚的骨头断去。好像是有压到人，我今天来那个不见了。我昨天早上来的时候，其实还好好，只是我拉的时候。就是有些晃动比较严重。公共设施损害造成公安意外事故，负责永和的永和区公所随派人到现场，已经把派件器材拆掉，伫咧现场放告示牌仔提醒。这项器材是自103年就设立，拢有定期做安检。这回出代志，区公所讲有可能是器材新鲜所造成的。最近一次的一个检查是在去年的11月，那当时的检查状况是为生锈，有用榔头去敲打，那基座才算稳固。那可能是近日连日的下雨，造成它那个锈蚀加速的一个严重。区公所强调，以后会强化安检的频率，自每一季改做每个月做检查，也已经去关心受伤的民众。会负赔偿的责任。实际登到现场，看到每一项器材拢有老大人伫咧使用，有真侪设施拢已经真久啊，也有新鲜的情形。户外设施为何就要搁再加强，避免搁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乌克兰跟罗西亚战局。昨日乌克兰东部的城市第聂罗伯，有一栋高站楼仔悬的公寓，凶去互飞弹崩起。目前至少已经有35个人死亡，70个人受伤，也有40个人失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罗西亚根本就是咧恐怖攻击。不过罗西亚也是坚持讲，因攻击的目标是军事设施。乌方军方在高站楼的公寓中一大片已经放落去，一直到15透早，也阁不出白烟。消防人员继续伫随时可能倒去的徛起内底救出受困的民众，也派出所救遣，希望因赶紧找出在地土石下海民众。Десь в районі 19 ми прибули сюди, приступили до роботи. То вже 19 чи 20 годин ми тут працюємо. 这栋伫乌克兰东部大都市第聂伯罗的高站楼的公寓，14向用乌军用至少5粒的 KH-47反舰飞弹攻击。这种飞弹精准度高，专门用来攻击海上航舰，也被叫做航舰杀手。作为地面攻击，会造成大量百姓伤亡。Посыпались просто осколки, взрыв, я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 не слышал, не понял такой. И упало окно на меня, и все, куча пыли, и потом крики начались. 第聂伯罗进入3架哀悼期，市长表示，总共70万户公寓全毁，200多间受损，要救出生还者机会真小。当场治疗的伤者也有1名9岁查某囡仔。俄国国防部15表示，第聂伯罗的轰炸锁定是军事加基础设施。俄国总统普廷4号也强调，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轰炸并非都是恐怖攻击，也指责俄国民众对这种邪恶行为拢На тех, кто его боится и пытается сторговаться. И когда оно придет за вами, некому будет вас защищать.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已经用超过210粒的 KH-47反舰飞弹，不过乌克兰目前的防空系统无法度拿下这类型的飞弹，所以才希望美方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公司新闻竟完全变形。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警方这个月已经连续发生3件怀疑是执法的抢单伤过超过，造成民众死亡案件。其中有一个31岁飞役教师是去放电超过90秒，心脏停气死亡。迄当时警察的身躯顶站的摄影机，佫有翕到死者咧发救人的画面。Please stop resisting. Please. I'm gonna tase him. I'm gonna tase him. They're trying to kill me. They're trying to kill me. Leave me alone. 放电击的飞役10人痛苦喊叫，警员煞无停手。美国加州洛杉矶这个月初3发生警方疑似执法过当电死人的案件。这名31岁飞役高中教师安德森涉嫌交通肇事逃走，互警方搬载时阵佫逃走，最后互几十名的警员压制伫大路中央。
You trying to do it for me? 安德森甲乌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共同创办人有亲戚关系。事发当时伊行为奇怪，警方将伊压在涂骹，佮几摆警告了后，用电击枪电伊超过90秒。安德森送医了后，心脏停起来，几点钟了后3个死亡。We still don't know clearly, or even we have not even probable cause to this point to understand what influences resulted in this in Mr. Anderson's death. 洛杉矶警方承认电击会影响人体心血管，也过强调安德森体内验出毒品，那法医报告也未出来。安德森的亲友是控诉，安德森迄当时的精神状况无好，警方需要检讨使用电击枪的政策。 Mr. Smith, what do you need right now? 事实上，会当讲甲安德森防电击的同时，洛城警方也发生2件执法过当的事件，其中一个是捌食精神疾病药物45岁史密斯，伊找你违反限制令，弄伫街后的公寓。警方讲，伊抓到的人，警员随后向伊开枪。Our victim did identify that Mr. Smith was experiencing a mental health crisis, or had mental health issues and had stopped taking his medication and was potentially violent. 另外一件是35岁桑切斯，伊车衫涉嫌向经过汽车当物件，佮拿刀仔威胁司机。警察甲伊对峙的时阵，开至少6枪，2个人后来拢因为创伤身亡。外界批评，这寡受害者疑似精神状况出问题，应该请医疗人员来协助，不是互警方动用致命武器。警方是答应会全面调查。公司新闻陈冠玲编译。 外境北京，互人形容是冰雪王国，讲是全世界上界寒城市。罗西阿西伯利亚雅库茨克，暂时降到零下50度。伫咧外口做生意的喜欢仔讲，连喘气都有够困难。伫俄罗斯雅库茨克这座位伫莫斯科以东大约5000公里的扩散辖区，15下到1点43分的气温是摄氏零下18度。路透社甲法新社报道，北极有冷空气流南，迄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50度。那这甲在地人惯习的零下10度又搁较冷啊。 Ну и как вам по ощущениям эти морозы ощущаются вот вам, как жителю Якутии? А нормальные морозы или нормальные?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таки все равно аномальные они были,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к долго и такие низки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стоят. 街道喜欢仔直接将气息放伫街仔顶，大地气温是天然冷冻库，规个城市雨并无打着。好佳在是，因做生意爱行来行去，伫低温中较袂遐艰苦。Но что-нибудь еще, кроме тепло одеваться, там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лайфхаки, что-нибудь такое? Ничего нет. Просто главное потеплее одеваться. Капусту, так скажем, да? Ой,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стало, тяжел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дышать, двига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 нас 100 одежек и все без застежек.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конечно, работать. 那外出居民穿少的秘诀就是弄长车手套，围2条围巾，为头保暖到脚。当地气象部门已经警告，因为一场异常极长的寒流来到，部分平原地区气温有可能降到零下62度。公司新闻吴点编译。 特斯拉电动车顶一日宣布伫咧中国降价，即阵风声讲美国甲欧洲的介绍嘛要对咧降，上济会降2成。这互袂少只拄买车民众是足无欢喜的，认为讲根本就去互拗去。一般来讲，产品落价，消费者会真欢喜。不过去年底买特斯拉的车主是了一个真吃力，因为10天前特斯拉才调降中国、日本、韩国等等亚洲国家的介绍，落价幅度上济有到2成4。 即马美国甲欧洲市场嘛，伫咧办理。特斯拉美国官方网站12调降全系列车型的介绍，降的幅度为6%至20%不等。其中落价就上济是 Model Y 长途续航版，一个手减13块至52999块的美金，等于是翻去2成。也若伫咧德国卖了上好的 Model 3甲 Model Y， 则无共货币的等级，介绍落1%至17%。其他包括奥地利、瑞士甲法国等等的国家，特斯拉嘛共款有变较少。 特斯拉的这波降价是引起各地真侪打车买车的人强烈的反弹，甚至美马斯克是变神啊！高达也收袂少中国的消费者去特斯拉的销售中心，要求爱甲因赔偿。是我受不了的是这种一面在推广，一面在给你降价的这种，就好像今天来跟你说一下，这个我给了你多少优惠，明天一巴掌甩过去，我就是不给你了，我就是让你亏了，你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的还是会找到那个特斯拉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维权。特斯拉的官方网站已经表示，
别甲这些讨赔车主补偿。特斯拉小连续大降价，主要是为着要刺激销量。不过降价利润来依次业绩的做法，嘛引发市场的烦恼。特斯拉德国的股价拜五大落3.8%，美国盘中嘛跌落6.4%。也那二手的特斯拉行情嘛因为新车落价，嘛在咧做回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再来关心国内消息，美国真正是宣布讲要卖布雷系统给台湾。不过其实咱台湾自2000过后，本岛都无放地雷啊。这套系统，互真侪人烦恼讲台湾会成做地雷岛。不过陆军是解释讲，这款地雷是用来对付装甲车，不是伤害人的，民众唔通误解。美国顶一日宣布，要予台湾总额1亿8千万美金的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有曝色面积宽、作业时间短、甲装甲防护能力等等的特性，会当拖延中国军方登陆拍台湾。不过因为二战了后，台湾本岛唔捌布地雷，引起各界的关注。在野党立委大声反对，北面媒体报道，烦恼台湾成做地雷之岛，甚至演变成做政治议题攻防。他们所提出来反对的理由根本不是事实，而唯一他们这样反对达成的效果，就是帮助中国解放军排除台湾拥有阻止他们快速登陆滩头的战力。民进党立委大部分是支持这个军售。国防院学者苏志芬表示，火山布雷系统是无病帮作战真好的武器。这个系统无需要人工作业，而且安伫个地表用看的就会当来辨识，嘛有定时自毁的功能。国际上，美国、英国、法国拢伫使用。不过，嘛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军方的战术拢是以海空为主，布雷系统敢是现此时上界需要的，要有当讨论。就解放军来看，他目前对我们的攻击，一定还是先做海空的封锁，以及这一个飞弹的对我们的攻击。那这一些的话，都会导致说会用到地雷这个武器，应该是战争中后段才会用到。陆军以新闻稿回讲，采购的火山布雷系统是上新美军现役的装备，属于反装甲地雷，并不是人员杀伤性的地雷，而且是金属制品。伫作战的时阵，采计划性部署，以雷区飘射的方式，会当避免咱国军方甲民众无细致去吸到，战后嘛方便来清除，希望民众唔通误解。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离岸风电，不过说好亲像是去影响到渔民掠鱼的权利。根据航港局的公告，渔船袂当伫咧中华风场的水路南北向的航道掠鱼。渔民认为讲家己趁食已经受到影响啊，提出诉愿。今日的诉愿结果已经出来，确定讲禁止掠鱼是违法的。不过这个区域是共款禁止船啊航行，这禁止航行是要安怎掠鱼啊咧？和渔民是完全三无杂。渔民去年2月也报条来到行政院抗议政府发展离岸风电，牺牲渔民权益。因为航港局公告，渔船伫中华风场航道，只会当行湾环航行区甲东西边湾冲区，袂当伫南北向航道甲分界区进行渔业行为。渔民不满未输别鱼，为请律师提起诉愿，16接到结果，判禁渔违法。结果当然是。伫个群组内底，大家真欢喜啦。委员会有这样的判决，也应该是于法于理不容啦。禁渔处分因为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方认定违法。协助渔民诉愿的律师黄兴文将伊看作是标杆性案例，只是禁渔违法，也毋过禁行令煞维持不变。渔民感觉美中不足，甲律师拢认为真矛盾。航道里面它不能航行的话，那其实也会间接影响到它的捕鱼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诉愿决定矛盾的地方。它不能航行进去这个风场航道的话，它如何在风场航道捕鱼？航港局表示，接落来会修订相关航行指南，基本上渔船伫风场航道掠鱼，只要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遵循航道航行方向，都会当掠鱼。你如果是在南向航道，就要遵守往南的方向啊。那如果航行在北向的航道，就要遵守往北的这个方向。方向对了就可以捕鱼了，意思吗？是。航港局指出，目前中华风场航道航行指南已经有初步修订方案，但甲相关单位开会确认了后，会到各地区渔会举行说明会，直接甲渔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下晡头一届带队视察大巨蛋的工程改善进度。蒋万安真正是提出市营运先安排1万人压力测试，
伊今日是表示，按算邀请棒球队来比赛，观察场地状况。另外，这场馆上介重要的，就是万不伊若出意外是要安怎疏散。蒋万安是强调讲，所有的测试拢爱合格，才会发使用执照。浅色、白色，可能球会被吃掉。伫安全部啊，台北市长蒋万安、副市长李树川10日巡视大巨蛋工程进度，佮提出改善项目，包含现场椅啊、色水甲角度。另外，对15分钟内要疏散5万人，是毋是有信心？蒋万安强调，后续相关测试甲勘检拢会符合法律规定。在后续，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关的测试，还有进行勘验。那这些一切都要符合法律规定，我们才会给予使用执照。另外，峰会必然甲白安审查1月7日已经提到内政部正式认可函。台北市消防局指出，会督导远雄按照大型的烟控性能模拟测试情景，了解实际白烟状况是不是符合规定。远雄在原始送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设定了5、6种情境，然后大巨蛋本身他所采用的方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烟让它出去？排出去它主要是验证这个部分。催生大巨蛋要拼4月完成申请使用执照，如果7月摕到使用执照，年底试兴奋。另外，第一场的赛事也引起关注。这毕竟是台湾球员期盼非常多年、几十年的场地，那绝对是以本土球员、台湾的球员最优先的考量。接下来当然也会积极争取国际赛事。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甲加出来税金幸福百姓，一个人会当领6000，因咧讲是新年的大红包。这项特别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要审查，因为各党团的草案内容无同，罗尾是决定国民党的版本甲行政院的版本两种拢会送去委员会审查。5万宗预算案，这礼拜四就当拼3套。行税百姓破坏现金6000特别条例草案送入法院，国民党团质疑，正义3800亿特别预算当中，佫包含1000亿的加强社会振兴等项目，无适合抗白授权，拢爱交付委员会审议。民众党团甲时力党团也态度同款，避免轮回政策买票的报告表决。我们党版发放现金条例只有发放现金，相对单纯。等一下朝野协商。我们党团强力要求监护外国，紧速完成立法，导入发放现金。你如意算盘是你们的版本进入2读，行政院版本到委员会，很少有这种事情吗？好像自己在设计，自己在爽，然后用这个来，这种儿戏嘛。行政长苏贞昌表示，蔡总统主持国安会议做出3点重要指示：一方面爱强劲经济，另一方面对受冲击产业甲个人爱照顾，一方面也爱留需要时阵通用。经济成果全面分享，佮尊重立法院职权审查。我们尊重立法院的职权审查，期待紧速通过，让我们能够编预算。只要预算在立法院一通过，我们就可以在开春给国人同胞从小到老每人6000块的开春祝福。中央协商决议将国民党版本、行政院版本并含17、18交付委员会审查，总预算案是伫19被拼3读。郭建明表示感谢在野党的支持，虽然大家有无同款的意见，冲突在所难免，不过最后也是赢得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包红包，真侪民众拢会去换新钱。不过最近却是发现古乐站假钱案件，桃园的警方即阵就阁抓到一个查甫人，对伊的身躯顶敲着100多张1000的假钱。其实毋若1000个，500到100假钱嘛袂少。咱来听警方教咱安怎分辨真钱甲假钱。双手铐红衣裳，一个顶身穿假花草的查甫人，毋但去互警方敲出食毒品的假尸。分珠店阁敲到这项物件，1000块的纸票算的有甲127张，若无详细看，敢若无啥物问题。不过其实这全部拢是假钱。全案依毒品外防治条例、伪造货币罪移送台湾桃园地检署侦办。这个姓李的嫌犯，分珠店的假钱，就甲进前中南部警方受理的假钱案件，钱顶悬的号码是一模一样，倒边开始是 HR， 上尾是 XD， 中间数字是484-268，逐字照拢同款。就连面额较细500块甲100块的，嘛拢有出现假钱。不过要安怎来分辨是真是假的？警方有撇步提供给大家。这个叫隐藏字迹，可以看到，我稍微轻轻的一转，我就看到正面下方有1003个字眼。
机票的倒边下骹，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出现藏伫内底的字。倒边下骹用阳光来看，嘛会有水印浮出来。过来用蒙的，会当蒙出面额的数字，还有顶悬的文字。最后一关会当用灯色方式来分辨敢是假钱。它的光影变化是差很多的，这边是真实的，这边就是很多的光影变化。摕到机票的时阵，会记你把握3个原则：详细看看咧，蒙蒙咧，灯色看有斟酌。就算生理搁较无用，加检查一下，才袂互辛苦赚的老汗钱全咧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邮政的子公司中华快递公司，去年是成功争取加薪。不过，员工却是发现讲，今年的绩效奖金只剩1个月，比去年减3万至5万。有8%的员工不满，赞成发动罢工。今日工会去行政院头前抗议，要求公司加分个半月奖金，那无可能过年前对罢工。我们大家等的就是这一笔钱，小孩子的学费，还有很多家里的负担、开销什么的。不满绩效奖金只有1个月，中华快递企业工会来到行政院门口抗议，因表示，若公司唔管加发1.5个月绩效奖金，无排除会伫这几天发动罢工。公司规则规定说，年前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是一次发期，这一次他有发1个月，缺了1.5个月，等于是一个人少3到5万。所以说，公司是已经违法了。工会表示，2当前争取员工过薪调悬300，但是绩效奖金缩减1万。去年7月发动罢工，才争取到调薪5000块。这阵全台半数以上的经行是靠中华快递服务。若罢工，未少公司的资金可能受到影响。公司是表示，已经发1个月绩效奖金加1个月年终，会再补发绩效奖金的差额。那对于工会的诉求，我们在1月31号会召开董事会来讨论。中华快递是表示，会伫月底召开董事会讨论员工的诉求，可能各补0.5个月以上的绩效奖金，但是工会袂当接受，要求过年前就应该把员工的钱拨落来，若无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记者梁丽福凯台北仓报道。即卖厝愈来愈贵，未少人买袂起。高雄1月份就提供11号28平劳工主体，予下租家劳工申请，1个月租金是3500。另外，去年底起好凯旋青树社会主体，2月份嘛开放245号，1号的租金是5800，啥真济民众去问。承办人员详细检查文件，确定申请者是毋是有下资格。高雄市府今年初开放前店复兴国体和高山前红国体，总共有11号劳工主体。虽然是空房无加家具，但是空间有28平大，而且3间房间拢有窗仔。虽然申请的条件较严，不过已经有40件申请。必须涉及高雄市满6个月以上，然后他受雇在高雄市登记有案的事业单位，或者他加入产职业工会、职业劳动者，以及他或者说是包括他受雇高雄市政府所辖的机关的一个技工工友等。为着要实现居住正义，除了受惠各县市，嘛拢有咧起社会主体。高雄去年底起好的凯旋青树社会主体，嘛要伫咧2月初7开放245号。含劳工主体比起来，社会主体是新起的，厝间户型会当选1间房至3间房的租期嘛较久。另外，若是劳工主体有28平大，厝税是3500，社会主体一般户厝税是5800起跳到18600块拢有。另外，若是关怀户，上价是3900块起跳。社宅，因为里面该有的东西都有，不用再额外去购买。政府补助人民的话，那他应该在一房的部分，像我指的一房来讲，5000包再更低啊。对啊，要让他有感嘛。社会主体的申请条件较低，若是本人含配偶的囝儿无房地产，月计无到5万块等等的条件，就会当申请。高雄最近这几年，因为台积电含桥头科技园区等等的投资建设，互厝价直直起。去年平均厝价是1平32.4万块，年增幅是30%，互民众根本就唔敢买厝。敢若期待政府会当加开放社会主体，互买袂起厝的人嘛都会起。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啊，春年会是一笔大开销。经济部甲台糖、台盐合作推出俗价专区，甲拍一个活动。大卖场的业者甲超商嘛，拢有推出家己的优惠。另外，经济部讲，为了让民众好过年，汽油、港加速过年期间拢袂起。
拜六就要过年啊，民众嘛无用伫买过年爱用的物件。为着稳定民生物价，经济部甲10大通路，也有各项事业带糖带盐，伫过年进前推出平价专区甲商品。以这样分散的消费者购买需求上面，可以去增加其他可能性的消费空间。那我们也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互相的调整、互相的琢磨，其实基本上在这个涨价抗涨的部分，消费者其实可以放心，通路基本上都把关好。经济部的这个平价专区呢，我们已经把它视为我们长期的一个策略哦，所以不只是在过年期间。在年后，其实我们会维持长期一个平价的策略。在我们门市呢，就会依据不同的档期，我们会推出不同的一些优惠活动。通路业者讲，物价成本加悬，卖物件压力是袂少，因为烦恼卖了伤贵，会影响民众买的意愿。亲像统一超商，主打超过500个民生用品，优待买一个送一个。OK 便利商店是民生实在甲量的拢有优惠，若加落户是消费满2000，就有拍91个优待券。专业的肉、菜色、果子甲民生物品，嘛拢至少有拍8折。除了通路业者配合平价活动，经济部表示会为能源的部分甲民众做伙来度过这难关。我们在这个汽油的部分呢，在年假期间呢，我们是只跌不涨。好，那么另外包括瓦斯还有这个相关的油价等等的我们这也会动涨到月底。稻笋业者讲，会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为过年进前到申请了后，拢会有平价专区。不过，这个年过了后，物价敢会当维持稳定，各界拢伫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北下海城隍庙参宾间团体合作，将视障者去设低化价市啊，马上一寡好食好用的物件，互视障者欢喜好过年。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一起来！小提琴伴奏做伙唱新年歌，16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庙埕改老节，庙方参民间团体招一群视障者来遮听音乐、设鸡啊，有食阁有掠。庙方管理人陈文文表示，这个活动逐年拢办，到今已经20多年。目睭今日落去买落假啊！这目睭无看，唔是讲假，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跟店家说，先有一个 promise， 说如果有来，麻烦卖摕假哦。如果有来，甲请加高量的。一个志工手牵一个视障朋友，同在伫人客人的特化街，感受年节气氛。这对视障者来讲，嘛是难得的享受。因为能够感受到那个，因为我们视障朋友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来迪化街啊，就是有志工啊，有朋友跟我们来，我们就来了这样子。我们在那边走一走啊，然后逛棉花大街都他都会给我们试啊，吃到好高兴。鸡仔踅踅，城隍庙嘛甲大稻埕商家合作，送一袋好食好用的物仔，互视障朋友早回去厝里，欢喜过好年。记者林书谢桂林特别报道。南投的果山茶是人人拢学到，即马佫伫咧英国摕到青发甲乌龙座金奖。为着宣传台湾茶，茶农嘛伫咧英国用传统的泡茶方式，教外国人安怎品茶，要甲咱台湾的茶米拍入去欧洲市场。甲茶米倒出来，先欣赏熟水，再来用烧水豆豆啊冲，茶当片着微微啊清芳。南投基内山的高山茶，毋但伫国内受到民众的肯定，去英国比赛，佫得到青发甲乌龙座金奖。消息一传转来台湾，南投的茶农拢感觉真光荣。今年的气候刚刚好，温湿度刚刚好，所以今年的春茶产量还蛮多的，还品质蛮好的，就是好运加泡水长，喝起来很滑润。为着要宣传台湾的茶米，茶农的查某孙专程到英国，用茶道的方式教外国人安怎泡茶、品茶。除了使用的茶果、茶杯爱讲究，抓茶时间甲食茶方式也得照无来，才通啉到奥运好佮甘甜的滋味。可以推广我们台湾的茶道还有茶叶，而且茶道在国外的话，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拉近。这个是弘扬茶道最好、茶叶最好的方法。因为本身我们照顾茶园，我们都很用心，不管是在卫生安全方面，我们是特别注意。茶农主心栽培茶米，查某孙推广茶道，互相合作，甲台湾的高山茶拍入去欧洲市场。
一群人做伙打拼，毋惊日头晒，毋惊世界走踪。因为对因来讲，上大的鼓励是互全世界看到台湾高山茶的品质甲水准，开赢一个有形的奖杯。记者综合报道。冰河是生态环境变化指标，有一个立名书是家己驶小飞机记录冰河的风貌。毋忘伫咧冰河消失进前，为下一代保存珍贵的记录。壮阔冰河是地表上全美的景色。冰河一向是遥远的存在，不过伫41岁飞行员空中列名书贾瑞特费雪镜头之下，冰河都近在眼前。I use old, small aircraft to fly to all of the remaining glaciers that are not in the polar regions. 伫纽约最古城大汉的费雪，2岁开始坐细只飞行机就安尼结缘。伊对飞行迷阿公的脚步，家己学修理飞行机，17岁摕到飞行执照，开始享受飞伫天顶的自由。也伫这时阵，伊做到全球冰河因为暖化消退消失，伊就家己学摄影，想要为下一代留来大自然的历史记录。It's very personal and relatable as a human. It's not a data set. It's a very motivating, emotionally compelling rendition of these glaciers while they're here, because these views will not come back, and they will not come back until the next ice age, which could be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费雪修好一架1965年的单引擎单翼飞行机，飞遍欧洲甲美洲的陆地冰河，翕这全美的景象。伊的部落格记录伊的飞行日志。地图顶悬每一个圆点拢伊的脚迹，除了记录冰河美景，也写伊伫个冰河造物，包含白钢、油料用完，引擎插顶伫空中未等待的惊险时刻。The range where the weather's bad, it's extremely cold, and the winds are very strong, and the flying is extremely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And to photograph glaciers,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all of this action. So it requires a lot of skill, time, and determination. 今年费雪伫挪威规个热天，伊翕到尼加斯布林冰河全貌。根据研究，挪威冰河伫半世纪之内消退超过1成。看尼加斯布林冰河3时期的相片就知影，1967甲2010年相差一小节，到2011年冰河明显退后未少。I'm photographing an experience we have available for us in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most expedient, cost-effective, time-effective way. So future generations can see something that will certainly be gone. 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日本岐阜的关市生产的刀仔是真出名，对战场咧用的武术刀到家家户户拢会菜刀，品质拢是一等一的。这几年因为疫情，伫厝煮饭的民众增加，关市的刀仔是愈来愈抢市。关市刀像手工外刀，看起来真平凡，说是正耐，轻轻划过就用将报纸切丝，翻切就用将差不多写出白纸同款的薄薄一片。东京市国米其林星级总铺师奥利维耶上介意关市的刀，因为伊的精确度甲坚固的手感是真赞，是灶脚内底好食的大功臣。La fabrication déjà du couteau au Japon, c'est déjà tout un art, et ce sont des couteaux très solides. Parce que ça fait quand même plus de 22 ans que je suis au Japon. J'ai utilisé donc depuis 22 ans des couteaux japonais et honnêtement, si on les entretient bien, ils ont une durée de vie assez exceptionnelle. 关市有名做刀技术，延续到14世纪，因为当地有清洁水质、土炭甲铁砂原料，拢是做店上好的选择。最初是生产武术刀出名，正先靠的就是赖家准。工匠手艺传到即马，灶脚的刀具依然有真高的水准，老店还佫博物馆小界历史传承。1990年代为赢战，德国相当牌子的国际品牌关市刀匠史密卡玛推出顶级系列。详细绘本汉字显示一系血统数百美金的关价，拍开海外市场。过去3年来，全球因为疫情，大家拢伫厝煮食，也互灶脚用的刀仔热销。日本2011年灶脚的刀仔工具出口额创纪录110億支票，比顶一年增加30%。ほぼ全ての国で需要がその期間パンデミック前よりは上がってきてるんではないかな。品質だったりとかも含めても多分日本の包丁は多分、世界一だと僕らは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ただそういうことがだんだん知れてき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业者表示，过去10年来，大家对日本食品较有兴趣，导致西更较注重精细刀工，带动日本刀的需求。东京合武桥有名的刀仔店，4年前就已经去巴黎开分店。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7度，中部地区12度到21度，南部地区12度到25度，东部地区13度到22度。外岛地区10度到1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